橄榄球、篮球、躲避球、足球。在台湾各種嘅球類比賽都看得到，基本小時嘅譜，更加本意太開眼界，同你看奇奇怪怪嘅比賽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向義輝，歡迎收看呢個禮拜小時खे譜，先至貴內容，嗱，王牌就啲冇強弱，跳牌越殺越殺，相互牽制。第二邊都係比較團體強弱，你們是這個團體的智囊團，交給 Miss A 同學回答你們每一題的答案，所以你們要當他的後盾，好不好？準備好了嗎？好了。來看題下題目，對哪一家國家？哎，從台灣出發，我們來到哪裡了？美國。United States， 美國，看乜嘢？要請 News Talk。也只叫嘅得到乜個比賽嘅頭名咯？第一，親姐嘅叫嘅寶；第二，親妹師嘅叫嘅；第三，就親家嘅叫嘅寶。感覺有陰謀。你們答案了？感覺有陰謀。三位小歐，智囊團請先出示答案。小魚。因為它下面那個我不知道那，雖然我不知道那什麼東西，那看起來像香腸。可是你看一下它的體型，有些大胃王比賽的，他們也都很瘦啊。哦，就可能醜翻天的狗的話，我覺得有太，反正就是覺得不太可能，因為我覺得比這種比賽沒有意義啊。它那個上面身上的香腸，或就是肉，應該看起來是像是獎賞之類的。那看到這個應該就是，我覺得應該是就是他已經奪冠的那個時候了。我們先聽聽巧克力，你原始的想法是什麼？我覺得是3，因為醜翻天的話，要比其實還蠻主觀的，美醜應該是每個人有不一樣看法，所以我覺得比這個比賽，不管是誰贏或誰輸都很不服氣吧，因為我就覺得我家狗最醜這樣，這種感覺。可是跟選美一樣啊，選美也是很主觀的。對，能選美為什麼不能選醜？好像對哦，但是除了你剛才講理由，還有什麼理由選3而不選2？因為我覺得這樣像大胃王比賽，好恭喜你得冠軍，然後送你一張吃到飽的票，不會覺得我現在已經飽到快要半死了，不要再給我吃到飽的票，我那種感覺。哎，這個角度倒有可能，所以不可能再給他香腸，他已經吃不下了。對啊，你的隊友有一個人改變心意了。沒有，他沒有跑很快的狗，通常都是那種獵犬的那種型，可是這隻看起來又瘦，然後就是看起來又很醜，所以。然後就讓它當最醜的狗。它看起來又不是會吃東西的。好了，因為你的變心現在麻煩了，本來還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，現在1、2、3怎麼辦？來，給你們3秒，這組給我一個一致的答案。3秒鐘。一吧。2秒鐘。1/2。好，請巧克力出示答案。這一組選的答案是1，醜翻天的狗。搶空改答，解答是。恭喜旗開得勝！來，小魚亮燈手，請亮第一個燈。來，為什麼會選像你講這麼主觀的比賽？我們看第一張照片。天哪！各位仔細看哦。他臉長得我覺得好可愛哦，都長得好奇怪，很特異、特殊。他們可不是普通的狗哦，他們是這個最醜狗的比賽的歷屆冠軍哦。讓你們選4隻狗領養1隻，你會想要養哪一隻？右下角。像沙皮狗這一隻。OK， 巧克力愛護動物的巧克力。啊，你喜歡？我覺得它頭很有龐克頭的感覺。帥氣哈！來，這些贏得最醜狗冠軍啊，他們跟其他狗最大的差異在哪裡？它們很醜，感覺不是獨特，但是他們跟其他被豢養的狗也有一個共同點。我們來看下一張照片。主人們都很愛它。最醜的狗跟剛才巧克力講的。主人們都很愛它，你覺得這2件事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，這樣的比賽其實傳達的是什麼？美醜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你對它的愛。我相信這樣的一個原則，不僅適用於你所養的寵物身上，包括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。
有没有？来，恭喜各位旗开得胜，第一题就得分了。你要接来看听一下题目。来，我们该从美国出发，紧接着到我们很常看到我们隔壁的日本。日本的看法咧，先睇個相片嚟了解。2張照片。这是什么？好瘦的相扑选手。我给一些基本概念好不好？这在日本的冈山的一间庙叫西大寺。只是觉得他被缠绷带样子很像宝宝，还是在包尿布？啊，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兜裆布。哦，它缠的那个叫兜裆布。哦，再看第2张照片。哇哦，看看在户外，在西大寺的。你在洗澡吗？这张照片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，你们用什么话来形容？万头攒动，好像都是男性，不是小朋友，也不是老人家，看起来一个是中壮年。其实他们要参加一个比赛，是一个很特殊的比赛，要抢一块宝木。题目是什么？有请 News Dog。初次得出去嘅宝木有乜嘅特別呢？第一，我有生寶。第二，我有特別嘅香味。第三，我發光。来，我们先出示你们的答案，谢谢。2位犹豫不决，我不。来，等一下，我再提示一个东西，正式开始比赛，就把灯按掉。3、3、2。第一是我好像没听过会发亮光的木头。第二是因为我可以装一个灯进去啊。可是很久以前应该就会有这个庆典，可是那时候没有灯或者荧光。你说在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前，这个，哇，你想得很久远，但是是很好的一个观察点。给你们5秒钟，协调出这一组一致的答案。感觉如果是亮光的话，就不用特别把衣服脱掉。好像没听过木头会发光。可可，请出示答案。2号。第2题，他们的答案是2，宝木会散发香味。解答是，再次恭喜。来，2分手，当当，不错哎，2题答对2个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照片，有没有？我们一直在讲的宝木，其实就是这一小根木头，就那样。把它插在那个米，那个是米，他们会把祭典的时候会把那个宝木插在米上面。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，小朋友，这样的活动流传已久，而且不仅只有大人参加哦。你看，为什么我要让你们看这张照片？因为它跟今天的惩罚有关。我懂了。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整个过程他们是怎么进行的？这个西大寺的官方网站就有他们这个拍摄下来抢宝木的过程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有没有？这是他们的官网西大寺，还蛮漂亮的。你看哦，晚上10点，所以时间我们看到是晚上2159 9点59分。哇哦！何止万头钻动，有没有？有什么铃声啊？什么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根本听不到。10点一到，10点了，还有听到东西掉下去的声音。现在感觉宝木在哪里？中间那边，那个抱着的那个，他背着他，对不对？是这个吗？好像海水。这个好像是他。他现在就要想办法把抢到宝木那个人护送出去。护送出去也很艰难哎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传统的祭典，好不好？恭喜4位连续答对2题。我喊你滚一隻，最期待是在轉播用少水寫信。不過戰爭嘅時節，對戰場上嘅兵人來講，想去轉播動難，想去寫信很難。
哇，很舒爽哦！我係咪呢個半夢啊？你還未半夢，你還可以轉正，你還可以好社訓嘅變呢，多麼簡單，將好多社訓錯，我變美，大家為所謂都按大家。因為變呢，長條走來走去，蠻難使用起，所以從那種再貼起的社訓錯，但你只有動力片，這個將樹木浸到水田是哪白嘞？不過，你講多多冷天，很用個山哦。你係參加寒戰嘅變呢，就寫題地圖，上嘅行路是冇人過嘞，還有一種少許社訓，還個係上都唔敢上。所以只要做咗社訓，放到機器變水少水，又和誰是動物嘞？亞軍兵呢是火車道類，佢哋嘅戰場對非洲嘅沙漠提起，經過69度雪時節，發現古羅馬球場。大家第五冊我跳下去搞，當作戰爭係當球之前嘅事情呢。佢哋係在戰時節嘅美國兵呢，因為天氣隨時會出現，所以越跳面爬越嘅重合，所以佢哋社訓嘅基本普遍。我也面爬，我也卡梅拉，我也要社訓了，拜拜。第三道题目，先看题图。来，我们从隔壁的日本前往欧亚交界的 Turkey 土耳其，看乜嘅要請 News Dog。一條死來啲準備乜嘅比賽喏？天，天米，天二南搖狗，天三來拖拉庫。來，智囊團請先出示答案。Sam，非常的一致。小玉，你的答案是？应该也是3。应该也是3啊。哇，怎么这么巧？我想問，為什麼不是摔跤？太普通了。太普通。而且身上好像沾了水的樣子，因為會反光。哦哈，亮亮的。有可能是汗啦，有可能是汗啦。你說什麼？油。如果你要拉卡車，那用油會讓摩擦力變小。對，所以這比賽就更難。這比賽更難。反其道而行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你們一致的答案都是3，對不對？嗯。確定嗎？小玉，你接受他們的建議嗎？嗯。OK，既然這麼有自信，請看解答。解答是。哦耶！為什麼？為什麼？你們都很有自信嘛。來，我們看第一張照片。天哪！天哪！我告訴各位哈，這個比賽有2個獲勝的關鍵 ，either 第一，你要把對方身體任何一個部位接觸到地面，把他制服、壓制他，你就贏了。第二，像這個男的做的動作，把他的身體抬離地面，走5步，5，你就贏了。抹油確實是軍火商講的，增加難度。很滑，摔跤的時候你根本抓不住他，所以就很困難，要贏對方很困難。所以為什麼你會看他把手伸到褲子裡？其實他不是要掏東西，他是要借着這個把他這個人抓起來。再看下一張照片，來，好掙扎。這個一樣都是土耳其的小朋友在參加，會有人對這樣的比賽有興趣，想要參加的請舉手。我想看不想參加了，感覺蠻有趣的，可是感覺對，應該。那為什麼很有趣，你自己卻不想去體驗？我不想在身上抹油，也不想被人家壓，壓不了。你可以壓別人啊，就是壓不了別人，所以就會被人壓嘛。軍火商有先天上的優勢。哇，埃及的古墓裡竟然記錄了摔跤的招式哎！冇偵查，早啲4000人年前，古埃及就當從事南搖狗哦。變形南搖狗會有10圈嘅身體，咪就有機會變做千勇嘅戰士哦。哦，肉條拜某衝哎，戰士直接面對面，摔跤就是很好的戰鬥力。吼吼，南搖狗啲咁多地方都有發展，咪傳到嚟土耳其。
土耳其摔跤的眼神高动都有，网球话真难做。高油南油球唔单唱係用力頭，還愛有平衡感老優良。雙倍嘅線數做乜解愛數天數呢？南油球嘅年頭老戰士有關，故說選手喺比賽之前都會跳一段戰士舞，老上家們表示係對比賽嘅尊重老平等哦。比賽當激烈，唔過大家還係當有禮貌。现在每一个人位置都轮过了哈，最后一题好好表现。我们先看要到哪个国家去。来，我们到了东南亚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。哦，大家讲到穆斯林都以为在中东，那因为印尼的人口多，它有超过1亿的穆斯林，所以其实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是在东南亚的印尼。来，體重小片先來看一下，哇，又是一個很特殊的比賽。上面吊着很多参赛者表情，然后出现的一些物品。好了，好像是一个人踩一个人的感觉。林佑强 ，New Stock 出題。一條掉到樹面上嘅東西係愛本萬人用嘅喏。第一，本老祖公用嘅；第二，本好兄弟用嘅；第三，本人用嘅。好了，智囊团，请先出示答案。222，树顶上的东西一定会有脚，一定有脚踏车啊然后还有一些有点像是日用品的感觉。你有看过骑脚踏车的鬼吗？没有？那为什么你觉得是给好兄弟用的？我就是这样直接问嘛。你觉得是好兄弟？我觉得好像是很像台湾阿飘自己飘就好了，他要脚踏车干嘛？好，除了脚踏车还有什么？箱子，还有呢？水桶、水桶，背包，好时代哦，好像是活人用的，不知道。 3秒钟出示你们这组的答案，1/4，请出示答案，坚持到底是不是2？请解答。答案是，耶！什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，真的爬上去。印尼的上面是什么？你们看到？印尼国旗。它是印尼的国庆日的活动。哦。他们抢这个就其实不是你们想的，好像是我们什么抢来给祭拜好兄弟。那奖赏品带回家是给谁用呢？你的家人啊，小脚踏车给小朋友用啊，你的小孩啊，背包就可以自己用啊。全部那整棵树哦，上面都是你的。哦。而且，这其实不是只有在印尼有这一类的活动。我们看下一张照片，就是我们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台湾。我们也有类似的活动啊，只是他们爬的是木棍，我们爬的是竹竿。 都很难爬，然后上面还要抹油，增加那个难度。有人看过抢锅吗？现场有。你在哪里看？在，好像是台南。那现场给你的感受，那个气氛带给你什么感觉？台下的人们非常的，就是一直在帮上面人说加油，然后很吵，然后感觉还蛮开心的。然后看到就是那个胜利者下来，就是身上都脏脏黑黑的，可是笑得很开心。而且。 不仅印尼，不仅台湾，我们看另外一张照片，这就比较我没有看过，你们知道吗？在香港抢包山，你知道这上面的包是什么包吗？指的是什么意思吗？包子，就是包子，就是包子，踩着包子往上爬，对，像一座山一样那么高。那我一边爬一边吃吗？感觉这样很浪费，所以我有点想吃。 然后你看下面的人在围观，有没有？大家在看，就是各地有这种类似的活动啊。这个抢包山，它跟之前那个这上面的旗子不一样，这个就是你会看他提一个背一个袋子，你拿越多包子下来去统计，你越多你就是优胜。哦。印尼做嘛解要游客槟榔树比赛啊？
不，印尼头摆是荷兰嘅殖民地，荷兰人伫期盼庆典也是婚礼嘅时节，为准备当归嘅 cheese、糖还有衫一条东西哦，准做是比赛嘅奖品。背面印尼独立咧，切槟榔树比赛就变做国庆日嘅庆祝活动。姑嫂要条东西不是贡品咯？冇唔错，印尼主要信嘅係伊斯蘭教，信奉阿拉無撇嘅鬼神，故所膜拜神明也係祖先，當然就冇獎品一隻想法了。我是看過台灣咩有去哥哥搶東西嘅比賽。唔講嘅搶股，係講燉嘅蛋烘過得牛油，大家千3萬，而吃到千蛋糕。錯，就係呀。為什麼叫搶菇呢？菇講嘅就係幫助窮苦貧窮嘅祭品，大家提供祭品by好兄弟過後，祭品開放俾民眾搶，搶到就係贏嘅，故所就按到搶菇。講到去哥哥搶東西，香港沒有包山節。姑嫂參加嘅人就係來搶送杯嘅包嘅錯冇？嘿嘿，冇唔錯，記得我睇到包嘅貼起來嘅包嘅山，搶到一個越多嘅包嘅就越好運哦。誒，包山節還有 sale 嘅 cosplay 嘅。錯啊！新年呢，還會打扮咗神明出巡，叫做地方嘅鬼怪。看起來全部都係小小孩耶。也是係新年嘅旱天呢哦，身高166公分，18公斤以下嘅新年呢，當做得參加哦。为你用热烈的掌声来分享小时间部的武当部摔跤选手，噔噔噔噔。經過公平公正嚴嘅選手，200個處罰係就2個選手來接受嘅。其實講到比賽，今日可能時常安貼嘅比賽，台灣盤的比賽，唔係少，尤其針對社會。你們有參加過什麼有趣、印象深刻的比賽嗎？好像沒有。你們參加過什麼比賽？演講、朗讀、畫圖、寫作文都有得獎嗎？有。來，重點落嚟。其實台灣嘅時候參加到當多國語文比賽，我從嚟冇乜不記得話，當全體專項嘅，所以難擺呢個盤比賽時節，可能在從呢個角度來思考，盤比賽唔得長長記得要得獎，要獎長者要獎杯，也做得留下對腦水地圖冇強用嘅東西。以上係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，下週禮拜六我們就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《社會是天賦》，新年快樂，拜拜。2位選手，摔跤好玩嗎？好尬嗎？